我们老师叫我们写一篇作文，叫做《我的爸爸妈妈》。啊，我不太会写耶。小蜜，你可以想一想，阿爸阿妹就是爸爸妈妈有什么优点呢？哦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写好了，大家想听吗？想听，快说。我的家庭很可爱，我有一个阿爸，一个阿妹。阿爸爱放屁，每次放的屁都好臭哦。阿妹爱生气，每次我看电视看太久，她就会生气。小蜜，原来你阿爸爱放屁，阿妹爱生气哦。对啊，他们每次在家里都是这样哦。彤彤姐姐，我这样写可以吗？你的阿爸阿妹没有其他优点了吗？那我想一想哦。我想到了，那我作文就写，我的阿爸爱吃东西，吃的肚子圆滚滚。我的阿妹爱漂亮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。我很高兴，我有一个爱吃的阿爸跟爱漂亮的阿妹。这样子比刚刚写的还要好哦。早该这样子写了嘛。这是谁？阿爸爸爸，阿爸爸爸。这是谁？阿爸，这是我的爸爸。那这是谁？阿妹妈妈，阿妹妈妈。这是谁呢？阿妹，这是我的妈妈。这是谁？是阿爸还是阿妹？阿爸，这是我的爸爸。那这是谁呢？是阿爸还是阿妹？阿妹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小蜜很厉害哦。小朋友，你要常常跟你的阿爸阿妹说一声我爱你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加油！